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微講下標。未訂閱嘅朋友麻煩撳一撳訂閱，訂閱咗嘅朋友麻煩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唔該晒。今日揾嚟幾個品牌嘅計時錶分享俾大家。第一款呢，就係 Omega 嘅 Speedmaster 超霸系列，18K 黃金綠色錶面，上鏈透明底，自家機芯42mm。呢個錶咧啱啱出嗰陣時咧，曾經要炒到超公價，甚至照公價。依家咧供應商有一隻唔使炒之餘，仲有個優惠價，原價33.660，依家折實23.800，23.800。而第二款咧都係 Omega 嘅超霸 Speedmaster， 呢個都係42mm 全鋼嘅白色面，透明底上鏈，自家機芯。呢個係新款嘅，出咗我諗大概一兩年啦。原價係63,900，依家優惠價57,500。而另一隻呢，就係 Hublot 酒桶嘅 Spirit of Big Ben， 成隻大廳計時42mm 膠帶，透明底，自動。酒桶型。呢個帶咧係有快拆嘅，如果你唔中意個帶配個帶咧，亦都可以自己換嘅。只要係撳呢個掣，就可以拆條帶出嚟嘅。兩邊都係一樣。原價咧係20.570，依家特價14.38000。而另一隻咧係帝舵 Black Bay Chronograph 豬帶粉紅面，呢個錶曾經要炒到超過10萬，依家價錢回落咗，市場價7萬蚊。因為街都唔多見呢隻，依家反而見得多啲嘅係Tiffany Blue 就比較見得多啲。依家夜光針、夜光字。而另外兩款呢，就係 Franck Muller 嘅 Vanguard 系列嘅 V45計時，呢隻係全玫瑰金 18K 玫瑰金全鑽石殼。12個阿拉伯數字都有寫，而內圈計時嗰兩個圈亦都鑲滿寫夜光針日曆。而調校日曆呢，係撳側邊呢個掣，白色錶面45mm。而另外一隻呢，都係 Vanguard V45 45mm， 呢隻係全鋼嘅雙寫，全寫殼，夜光針計時。而兩隻拼埋一齊呢，大家可以見到全鋼嗰隻呢係雙3圈大寫，而金嗰隻呢係4行細寫。金呢隻原價65.4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9.6萬。全鋼呢隻原價41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2.28000，12.28000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61279284查詢，或者親臨我哋嘅門市尖東富豪酒店恒優錶行睇睇。多謝大家。